湾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国情就你探讨民间流传的歌册。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无偌久，国民党政府侵来接管台湾，民间有流传一本《宝岛新台湾歌》，来描写日本时代政府对人民真压迫、真傲慢。四句连讲，夜场内面全百姓，找遐办事无公平，专找内底的书记，公工要抽要食钱。夜场汉文解说就是政府机关哩，啊，遮的百姓去遭遇到内底咧办公室遮的基层的公务人员，讲起来因是真无公平。家家户户政府的工课要甲你抽公工，哦，恁兜抽2个，恁兜抽3个，恁兜吼一个去1个月、2个月，啊莫啦，阮兜都干那我咧趁钱，无要紧啊，你着爱对后尾门来讲洗后手，伊要甲你食钱哩，哦，安尼讲起来真幸运咧。毋若安尼是四句连继续甲听，你会愈感慨。讲无论富户也善食，毋惊无趁无通食。普通头路也会写，公工一个一份业。无论讲你富户，你艰苦过，无考虑讲你伫会社咧食头路，安尼袂歹过啊。因为普通头路对比会社，会社应该月级较悬啊。毋过我无上班，就无薪水哩，我着爱吊顶呢。无啦，伊不插啦。公工一个就是一份业，政府要甲你调啊，你敢喜嗨？毋敢。安尼也阁无够凄惨哦。四句连继续甲听，尾啊公工做番头倒转来，连顶斗的人都找无你的形状，是安那变安尼生？继续甲接落讲，毋管无力袂粗担，强者抽起做公工，家族疏开去下港，互伊转来找无人。原来遮尔凄惨哦！无力无在条野动地动，共款甲你抽去做公工啊！啊尤其吼。战争到地啊，空心呢，规个家族疏开落去下港呢。哇，经过半个月、1个月，搁转来到北部，都找无即个人啊，因为你甲抽公工，毋知做工做甲对倒位去啊你。所以这本《宝岛新台湾歌》咧记载日本时代政府对百姓压迫，用来讲是写甲详详细细，但是咱即马重新搁来体会甲参考。